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49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49天，也是哈梅内尔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49天。波斯局势继续降温。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特朗普又放话了。特朗普16日在白宫南草坪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本周末可能再与伊朗进行一轮面对面的谈判，并且特朗普还说了，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本人将亲自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签署协议。特朗普表示，他不希望延长与伊朗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也就是希望马上就要签停火协议，不要再延长了。特朗普还说，他说我们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最终达成，他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并称和平协议将为美国带来免费的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当然，这些是特朗普一种表达方式，特朗普你不能从字面去理解。这个特朗普还吹嘘说，伊朗那边的战事进展非常顺利，我想做什么都行，而且应该很快就能结束，那简直是完美。我是说现在也很完美，我拥有军力，我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这是我头4年打造的，现在还在继续加强。而4月16号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他说，伊朗已同意几乎所有的要求，也就是伊朗全跪了呗。说美国已获得一份极具分量的声明，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该承诺的有效期将超过20年。特朗普还说，伊朗已同意交出浓缩铀，这将是美国为削弱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而迈出的重要一步。特朗普还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我们也在非常友好的与他打交道，他们现在愿意做的事情是2个月前还不愿意做的。这我给翻译一下，不打不相识，打一顿就好了，他现在就愿意了。特朗普称很可能会有新一轮面对面会谈，也许就在这个周末，并且特朗普再一次说，伊朗的新一届领导层非常理性，并且特朗普还预计希望在4月19号之前，也就是2周停火到期之前签这个永久停火协议。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已同意这一点，伊朗已经同意，而且是非常明确的同意了。他们还同意把那些因我们出动 B-2 轰炸机打击后深埋地下的核尘埃交给我们。特朗普告诉记者，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核尘埃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心心念念的400公斤 60% 的浓度的浓缩铀。一旦美伊协议达成，油价将下跌，物价随之下降，通货膨胀也将回落。这个是特朗普的说法。我们目前与伊朗的关系非常好，尽管这很难让人相信。我认为这是大约4周的轰炸和一个非常有力的封锁共同作用的结果，封锁可能比轰炸更有威力。说来说去就是不打不相识，打一顿就好了。面对特朗普所说的伊朗方面20年这个承诺不搞核武器，并且要移交浓缩铀，伊朗方面直接否认。当然伊朗官方还没表态。一名接近议会议长加里巴夫的消息人士表示，没有就任何形式的核材料转移给美国进行过谈判。第2名伊朗消息人士称，这一说法又是一个谎言，并补充说，没谈判，谈判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并且是否继续谈判取决于美方是否满足伊朗的所有条件。伊朗人不仅没有承认说要移交核材料，什么达成什么20年的这个承诺，相反，伊朗还继续这个说狠话。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说，美国人害怕持续战争，伊朗已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会因美国实施海上封锁而在谈判中对伊朗提的10条做出妥协。伊朗这次应汲取以往谈判经验，必须更加谨慎地起草协议，并重点关注经济问题。雷扎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企图充当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察，在伊朗自身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前，伊方绝不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当地时间16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必须
就暗杀伊朗官员的行为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他指出，不仅是伊朗，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要求美以两国对此负责，因为其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犯罪。巴加耶强调，这一行为既是战争罪，也是反人类罪。跟往常一样，美国和伊朗叫各执一词，大家相信谁呢？按照这么长的经验来看，那恐怕特朗普的话可信度稍微更高一点。伊朗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信度，纯粹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美国海军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当然了，实际上是封锁了伊朗的所有的石油出口，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阿拉伯海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都被封锁，并且美国正在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从霍尔木兹海峡扩展到太平洋。针对伊朗规避制裁计划的影子船队和无国旗邮轮，还有向伊朗运送武器等战争物资的货轮，也在被封锁之列。美军印太司令部也将参与封锁和扣押行动，也就是不光是中央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伊朗进行封锁。美国海军表示，军队已扩大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范围，涵盖被视为走私的运输货物，并指出任何涉嫌企图抵达伊朗领土的船只将接受检查和搜查。这些船只无论其位置如何，都将接受检查，登船以及货物没收。走私货物包括武器系统、弹药、核材料、原油以及精炼产品，此外还有铁、钢和铝。美国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金善将对记者们表示，美国将追击任何试图向伊朗提供支持的船只，并补充说，这个封锁执行将在伊朗水域以及国际水域进行，也就是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全面升级，插翅难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而伊朗应对措施呢，除了放狠话，身段也很灵活。伊朗宣布，为了避免耽误谈判，局势升级，伊朗主动停止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运输行为，把它的运输对外贸易转移到其他的口岸，也就是陆路口岸，跟什么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周边国家。那这个纯粹就是一种自我安慰，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原油出口都是在哈尔科岛港口的这种建设、吞吐能力、这个装货、卸载这些能力，你现在跑到其他口岸，你建设就花很长时间。而且你那个是你通过陆路卖原油，那恐怕你赚的钱还不够运费的。陆路只能运一些紧急物资，不行，没粮食吃，运的粮食。通过陆路的贸易，那简直是，那就是慢性自杀。这一点也凸显伊朗人对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叫无能为力。根据央视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称，如果美国决定管辖霍尔木兹海峡，将击沉美方舰艇。此外，伊朗称将使用替代港口绕开封锁。伊朗的港口在北部里海还有港口，我不知道里海的港口有没有被以色列人炸掉。即便没有炸掉，你里海港口你出口石油往哪儿卖？卖给俄罗斯吗？里海那一圈那国家都不缺油，里海那一圈都是能源出口国，卖给谁？卖给俄罗斯吗？当然了，印度的专家说，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手段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个印度专家分析，伊朗或采取快艇攻击、海峡布雷、阻断红海运输通道等手段，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手中仍有不少反击美国的手段。这个印度的专家又在讲笑话了，关键的时候都要体现出自己的幽默啊！这20多年前指导伊拉克人挖地道跟美国斗，20年后又指导伊朗海峡布雷，用快艇、各种景区、什么海滩上这些什么旅游客乘坐的那种摩托艇，用那玩意攻击美国的军舰，这个和蚂蚁攻击大象有啥区别啊？这个印度的军事专家就太能讲笑话，还指望着用快艇攻击美国的海军。特朗普已经说了，美国海军已经全部摧毁，还剩下了一些小的摩托艇，是因为那不值一颗炸弹的钱，那玩意对美国海军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就没炸。印度的专家居然建议用这些东西来攻击美国海军，在海峡布雷，阻断红海运输通道，也就是让托加军胡塞武装配合。胡塞武装一看黎巴嫩真主党都已经打成这样了，乌眼青，懒子都炸坏了，眼睛也炸坏了，伊朗能帮上忙吗？所以眼看这个局面
这个拖鞋军那也是只打雷不下雨，光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你让他放几个 RPG 他都不放了。印度的专家说，伊朗手中仍有不少反击美国的手段。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就不到40公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155毫米的炮弹就能打到，大炮就能覆盖。那美国的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那你倒是冲它放炮啊，大炮也没了吗？不要说几艘，你干成1艘就够了。再加上伊朗不有好多岸舰那种岸基反舰导弹，就是超音速反舰导弹，能打200公里的。现在美国海军林肯号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卫队你倒是来一发，对不对？你对付特朗普这种不讲武德的人，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人家都是不宣而战，对不对？一上来就把哈梅内伊给送走了，就送走了。所以说伊朗人也应该的以牙还牙，就是按他自己说的，他这个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多的打。那你也要上来先把这个林肯号给他干掉，干完了再说呗。难道哈梅内伊还比不上一个林肯号重要吗？你倒是2月28号之前，伊朗不是天天演习吗？各种先进的武器，各种可以让美军吓尿的这些反舰导弹，怎么一个都不用？你倒是给美国海军来2发。所以说现在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实际上不光是美国海军对伊朗进行港口的这种物理封锁，美国的财政部也下手了。当地时间4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财政部正在启动代号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施加最大化的经济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说，美国将通过与中东国家，也就是指的是伊朗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次级制裁，也就是2级制裁，来加大经济压力。他称这一措施是轰炸行动的金融等价物，也就是经济什么狂怒行动。这个贝森特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伊朗轰炸了海湾邻国，这些海湾国家突然开始向美国财政部开放了伊朗的证券银行账户，这样他就能冻结伊朗的资产，伊朗将死局面正在上演。伊朗人犯下的可能是致命错误，就是轰炸了他们的海湾邻国。这些国家现在愿意在资金方面更加透明，或者更深入的调查其银行系统中持有的资金，因此我们已经向他们发出请求，我们希望冻结更多革命卫队领导层以及任何伊朗领导成员的资金。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我们已经告诉公司，告诉各国，如果你们在购买伊朗石油，如果伊朗资金存放在你们的银行，我们现在就愿意实施2级制裁。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措施。什么意思？就是美国财政部从经济上对伊朗进行封锁，首先是要没收伊朗的那些革命卫队的高官在迪拜，对吧？在中东，在什么阿布扎比那些银行的资产。为什么能够实行呢？是因为这些国家被伊朗打了，他们愿意向美国开放他的账户信息。你说革命卫队他们在伊朗受苦受累，脑袋憋在裤腰带上，整点钱都藏在这个迪拜，结果一把被美国人没收了，你说这谁能受得了？这不是白忙了吗？这就好比这个美国人没收了加藤老师的房子，这能受得了吗？这第二个，对那些所有跟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还有跟伊朗有金融这种交易的往来的，实行2级制裁。你看这个对伊朗的打击，那简直是，对吧？这就是釜底抽薪，这就是经济绞杀。有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本质是经济上的极限施压，通过经济绞杀逼迫伊朗就范。那现在是2条腿走路，一个是封锁它的港口，物理封锁，一个是在经济上面进行绞杀。经济学人表示，这是危险的赌注，比拼双方谁能更忍受痛苦。数据显示，伊朗经济90%依赖海上国际贸易，伊朗政府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封锁将对伊朗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多家媒体注意到，美伊以冲突爆发前后，伊朗石油出口量一直高于往常。据报道，伊朗绝大多数的石油都储存在油轮上。伊朗在过去20年里购买了大量老旧油轮，并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翻新和维护。这些油轮被分散部署在全球各大海域，即使海运受到限制，这些油轮仍可以在海上停留数月时间，从而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海上库存。但是现在被贝森特给制裁了，
也就是说，本来伊朗是买了大量的船，把这船都装满之后，这船在太平洋、大西洋到处飘着，这变成一个海上的库存，这个没毛病。问题是你这个船现在往哪儿开，谁也不敢要了，谁要接受你这个油，马上就2级制裁。所以说啊，在美国的这个物理封锁和这种经济绞杀之下，伊朗除了下跪还能干什么呢？那现在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顺利的跪下来？不跪肯定不行，但是跪呢，伊朗国内的盘们能接受吗？明明是伊朗打赢了的，是特朗普逃跑了，是特朗普就范了，那凭什么伊朗还要把浓缩铀交出去呢？这怎么向国内的盘们交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6日经由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施加的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构成反人类罪。巴加埃贴出新闻报道截图，指责美方蓄意推行使伊朗无辜民众深陷痛苦和煎熬的政策，却以自诩正义的姿态加以包装，这暴露出他们非人道的思想。巴加埃强调，美方这一举动无异于经济恐怖主义，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勒索行径，其性质已构成反人类罪。从其积累的效果来看，堪比种族灭绝。伊朗这一点就显然没有他大哥俄罗斯那么淡然淡定。美国对俄罗斯实施这种制裁，那普京那也是微笑了之嘛，面带微笑，表示不妨没事。结果伊朗你看看，这贝森特刚宣布，这伊朗就跳着什么人道什么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经济恐怖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伊朗还是没有大哥这么皮糙肉厚，这一点伊朗还是要学习一下大哥，也多宣传越打越富有，对吧？大哥就是越打越富有。大哥每天宣布的对外宣传的就是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给美西方自己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俄罗斯经济一点都不受影响。所以你看，从这一点上看，伊朗就处在下风。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称，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中断波斯湾地区贸易。这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这个波斯湾的通行量已经大有改善，也只能这么说。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他4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他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双方已同意临时停火10天。特朗普称，停火将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凌晨5点开始，停火10天。特朗普还说，我真希望这个真主党，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重要时期表现的体面规矩一点，如果他们能做到，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不要再杀戮了，必须最终实现和平。感谢你们对这件事的关注。特朗普还说，马上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白宫，举行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首次有意义的会谈。前几天是大使级的这种磋商，下面是特朗普主持这个首脑级的磋商。但是无论怎么磋商，实际上都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6日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已同意实施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尚未予以正式回应。黎巴嫩真主党成员、黎巴嫩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已告知真主党，称可能开始为期1周的停火。当被问及真主党是否遵守这一临时停火协议时，法德拉拉表示，一切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承诺停止一切形式的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6日对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停火表示欢迎，并赞赏巴基斯坦为促成黎以停火付出的努力。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停火是黎巴嫩真主党坚定不移决心和抵抗之湖成员坚强团结的结果。实际上，这个伊朗人呢，向黎巴嫩真主党喊话，这就是大哥能为你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了。这10天停火，希望你抓住机会，就这意思，不要再火上浇油了。但是真主党的下场已经注定了，要解除武装。伊朗作为大哥，作为真主党的大哥，伊朗认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以方同意暂时停火，但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地区
撤出，并要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则称停火前提是以色列彻底停止敌对行动。这个伊朗最近也发生一起有意思的事件，也就是趁着停火伊朗把他们仅存的飞机给派出来了。怎么回事？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是吧？那个叫什么穆尼尔元帅率团到德黑兰进行访问，实际上进行斡旋吗？由于上一次伊朗的代表团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派的战斗机去护航，因为担心以色列和这特朗普不讲武德是吧？把他飞机给击落，那不又是团灭吗？又是灭门惨案。所以说巴基斯坦人家派战斗机去迎接护航。那这一次巴基斯坦代表团到伊朗去访问，伊朗那也得给面子，也得展示一下自己是吧？所以说根据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的说法，他说昨天我们伊朗有客人说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他一进入我国领空，我们就宣布不需要你们巴基斯坦的战斗机护航。什么意思？这个穆尼尔乘坐的巴基斯坦的客机到达德黑兰，巴基斯坦也用战斗机去护航，也怕出意外。结果伊朗的军方说不需要你巴基斯坦护航，我们派战斗机去迎接。他们派了2倍的战斗机，也就是可能派了10来架，当然他这么说的，2倍的飞机迎接穆尼尔。说这个什么意思呢？特朗普说已经把伊朗的空军全部摧毁了，但是伊朗居然他派出了这个 F4 还有米格29战斗机，不是一架，反正人家凑了好几架去迎接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说很多美国人觉得这是对特朗普极大的羞辱，这又打了特朗普耳光。特朗普此前一直强调伊朗的空军已被摧毁殆尽。这个说来说去也很有意思，这个伊朗人恐怕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时间赶紧把自己仅存的几架飞机尽快转移，能转移的就转移，不知道塞到哪个地库里去了，一直躲到现在。即便在美国空军在伊朗上空那么肆虐任意轰炸，即便是美国派出了几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是吧，也去解救美国的 F-15， 去解救跳伞的飞行员，美军孤军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那些战斗机都不敢出动，说去炸一下不敢。现在等到停火了，安全了，他又出来了，用来护送迎接贵宾。这个说明什么？恰恰说明伊朗你的空军没啥用嘛，你养着不是浪费吗？只能用来礼宾，只是摆设，用来看的，不是用来战斗的。你哪怕在战场上天空被美军飞机给击落，那也是壮烈牺牲，不敢，一直藏着的。这个时候不知道哪儿凑出几架出来了，以此证明特朗普你撒谎了。这反而说明了伊朗的空军懦弱，你保存这个实力有啥用？你保存了实力无非就作为仪战队，作为面子工程，费那个钱干啥？巴基斯坦人家自己派了战斗机护航。还有一个事情比较有意思，就是4月16号在拉斯维加斯中期选举宣传活动中，有记者就问特朗普，问什么问题？说伊朗准备再次处决4名抗议者，其中有1名是女性，反正总之罪名就是叛国呗，或者间谍，对不对？总之找个罪名要处决这4个人。问特朗普怎么办？结果特朗普回答说你去找教皇吧。特朗普这个回答漫不经心，一点都不正经。但是恰恰特朗普这就是给那些庄货一大耳光子。这些庄货对吧？你看看这个伊朗要处决4名抗议者，其中1名女性，这些庄货你有办法吗？你爱好和平对不对？你倒是求伊朗人别杀这些人呢，不要处以极刑呢。庄货有什么手段吗？所以说特朗普这个回怼非常这个叫什么高明。你们嘴厉害，你们去没有40天的轰炸，经济封锁，没有这种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能这么乖乖就范吗？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虽然特朗普说伊朗人已经完全投降了，但是确实摆在伊朗卫队、伊朗这个毛拉政权面前的是一个难题，对吧？一边是美国和以色列步步紧逼，要求交出浓缩铀，一边是国内的谈判，你怎么让他们转过弯来，让伊朗国内的谈判们接受？所以我觉得伊朗当务之急是要急需向印度引进大量的像胡一静老师这样的人，给伊朗的盘们们介绍什么叫高质量，什么叫低质量。低质量的浓缩铀交出去了，高质量的这个钱来了，解冻资金。浓缩铀造核武器跟美国对抗，那是低质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跟美国对抗，那是高质量对抗。总之让伊朗的盘们们转弯不太容易，需要大量的
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人去摇旗呐喊。不要说伊朗的，让印度的盘盘们转弯也不容易。一个不反美的三弟能是个好三弟吗？就正对吧？就像那个一个不反美的俄爹还能叫俄爹吗？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说这个周末我们看这伊朗人是怎么滑跪。伊朗人难道又搞个波斯语版的，再搞个英文版的？这个恐怕不行。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